面目大叫妹包客栈飞面话，亚洲这边对牛的豆，亚洲这边对牛的豆。巴基用店内的话费，巴基用店内的，我这个写错了，店内的话费。亚洲在边对牛的豆，巴基用店内的话费。亚洲这边也被丢进对牛地狱的火，对牛的豆，巴基用巴基羊就是绵羊，巴基用店内丢了，店内的话费，比方巴基绵羊丢了的这个比方，亚洲这边对牛的豆，巴基用店内的话费。要足球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间压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足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